姐妹，沙包只要是压在线上，事不过三，现在3个沙包都给你了。如果再压线上没有机会了啊！好，一锤定音，咱进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可以，这个姐妹的力度可以啊，兄弟们。偏了，来吧，3个足球的机会。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扫啊！姐妹的力度可以有劲，好，是的，进来。进小了，最后一次机会啊，姐妹。来吧，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，感谢这个小姐姐给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发了1000元的福袋，只要是给我点了关注，点，你只能弄走1瓶水。我谢谢你给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发的福袋，谢谢啊！那我也高兴，高兴就好，来喝杯水，过2天再来，感谢你的支持。来，我的宝，我的贝，我的小宝贝，兄弟们，福袋马上就会发，前提之下是一定要给我点关注，点了关注再点赞，你们才有机会抢得到。来，兄弟们，福袋一发好，看看谁的运气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再开始光，你说贝贝，我的宝，我的贝，我的小宝贝，你超不了3，信不信？不信，不信，来，你走。3以上我都给你加，喂，他不敢玩，兄弟们。来吧，姐妹，6个沙包给你一备好，所有的洞洞你看得高。我可不可以请个人？你现在还不能请，为什么？等一会再请，我看你丢的怎么样。如果你要丢的好，咱就不需要请。我跟你讲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事情都帮不了你，只有自己帮自己，那是最好的。好的，好的，相信自己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来吧，姐妹。对了。偏了。稳住啊，姐妹！6个沙包，如果你要1个都不中，那麻烦了。我请你。哦，你请，可以，你请。来吧，一摊摆出来。哦，喊那个。哦，那你来，法官。哦，来。我跟你讲啊，现场的人你随便喊，但是这个人只能用1次，好不好？只能用1次，多了不能用。来吧。你用完鸡蛋没用了，你来呀。我跟你讲啊，哥们，你昨天的运气非常好，你昨天弄走了一共多少箱？29箱，兄弟们。如果我跟你讲，如果剩下还有4个沙包，如果你要丢不进，说实在话哈，你是故意的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所有的压力交给你了，下边个你看着搞。好，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。来，走。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，他叫的外援哈，兄弟们，看看这个帅哥的运气还像昨天一样好不好？来，走起来！他对这个动物拐的些明白，这个动物平时没少进攻。继续扔，你继续扔，我扔，再扔一个扔，继续。来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这个帅哥的运气是真好，没毛病啊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我给他放好，奖品给他放好，下边个还有3个沙包。来吧，帅哥，继续接着搞。来，手起啊！偏了，咋这样？
咋弄的？你害了对吧？你害了，让，你让他对吧？看他没有让不让对？让对。他说你对的舒服，继续。来走起啊！偏了啊！走，一锤定音。你哎呦，好家伙，谢谢大哥，大哥你慢走，晚上我谈安排。来吧，美女，他丢了6是吧？来6个足球，我跟你讲哈，这辈子可能没有机会当足球宝贝，来到我这，我让你尝试一下足球宝贝什么感觉。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走。有了，继续前面。来，兄弟们，现在直播间现在马上1万人，兄弟们，站在给弟弟往上冲一波来，兄弟们，来吧，浪费了第3个足球，来到了第4个足球。这个应该有了呀哈，是在进行吗？你是丢也丢不好，足球也玩不好，俺们打让你当足球宝贝。走。好，不错。奶，继续。来吧，姐妹，车子你拉好。下边一个来装你的礼物来。来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没给弟弟点关注的。